喂，各位觀眾，歡迎收睇今集嘅張開西望。俗語話便宜莫貪，但係如果個便宜係用90幾蚊包你食足午餐同晚餐，仲可以帶你返大陸1日遊，你又會唔會心動呢？今日我哋就嚟睇下呢啲睇落好抵玩嘅超平價旅行團背後個代價到底有幾貴？首先出場嘅係75歲嘅陳先生，舊年佢就係參加咗一個盛惠90幾蚊嘅中山一天團，哇！聽落真係抵到爛啊！點知一日遊完呢，佢個荷包就唔見咗2萬幾蚊。陳伯話：成個行程留得最耐嘅地方唔係景點，而係一間裝修到金碧輝煌嘅珠寶店。一入去，成隊人列隊歡迎。又有個所謂嘅經理出嚟親自招呼，將佢帶入一間房，房入邊閃靈靈、五光十色，咩頸鏈、吊墜應有盡有。經理口若懸河啦，再加埋一份唔知乜嘢證書啦，咁啊陳伯就信到十足十啦。你以為呢啲係個別事件？少年，你太年輕啦！有眼利嘅觀眾發現，陳伯買到嘅呢幾件玉器，個樣同之前其他苦主嘅珍藏好似樣，好似同一個毛啤出嚟咁。而呢種中伏體驗唔止短線團有，長線團一樣走唔甩。咁啊，另一位出場嘅陳女士，佢參加嘅就係一個1900蚊嘅四川7日團，又係一樣嘅劇本，又係被帶去珠寶店，又係有專人專業介紹，原價飆到成30萬嘅玉器，竟然用震撼一折價31000蚊賣俾佢。咁啊，陳女士自己都坦白啦，當時有少少貪心啦，諗住轉個手可以賺翻筆，點知翻到香港睇完電視節目咧，先如夢初醒，上網一查咧，發現同款貨色3000蚊都唔使，佢即刻走去旅行社理論對方一句：小姐，你買咗好耐啦。過咗期喎，就想打發佢走。陳女士話呢件事搞到佢晚晚瞓唔着，又唔敢同屋企人講，驚俾人話佢蠢。好啦，花生食到呢度，我哋不如拆解下個局。第一步，用超低團費引你上車，目標通常都係一班享受退休生活嘅老友記。第二步，將你困喺裝修到好似皇宮咁嘅購物點，消磨你幾個鐘頭。第三步，揾個口才了得嘅經理出嚟打人情牌，又送贈品又剩，再加埋張唔知邊度嚟嘅證書，營造一個今日唔買就走寶嘅氣氛。好多老友記就係咁樣啦，半推半就，加埋少少執到平嘢嘅心態啦，就乖乖地俾錢啦。咁唔通真係冇仇報，又唔使咁灰？咁首先，如果你真係不幸中咗招，第一時間唔係去旅行社大嘈大鬧，而係攞件寶貝去有公信力嘅地方做個鑑定，例如 GIA、美國寶石學院呢啲國際機構攞翻份正式報告，有咗證據喺手，你就可以書面投訴旅行社，同時向旅遊業議會 TIC 同消費者委員會求助。如果鑑定報告證實係假貨，已經可能涉及詐騙，更加要報警處理。仲有，如果你係碌信用卡嘅，記得即刻聯絡發卡銀行申請撤銷交易啊！好多時都有得追㗎。當然，最好嘅方法始終係預防咧。大家記住幾個啦：紅旗警號第一，團費平到唔合理；第二，行程大部分時間都係購物；第三，話有即場鑑定或者保證會升值；第四，用各種藉口要你俾現金。遇到呢啲情況，就要打醒12分精神，守住個荷包。記住，世上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就算有，都可能係有毒嘅。其實呢啲騙局呢，呃嘅唔單止係錢，仲呃埋一份信任同長者嘅尊嚴。陳伯最後嗰句我好蠢啊，幾十歲人仲行呢條路，真係聽到都覺得心酸。希望今集嘅分享呢，可以提醒到大家，特別係屋企有長輩嘅朋友，下次見到呢啲平價團呢，記得提多兩句，唔好為咗慳嗰少少，最後反而蝕咗成副身家。好啦，今集張開西望就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內容，記得 CLS 即係 comment、like、share。我哋係 WPO 世界花生觀察，下集再見。